今日收個早檔，我去睇睇我姐。人家講回外家個風都係甜，因為掹木時有隻幾日冇來睇過佢哋，攞啲枝藥枝瓜撈佢中意食嘅零食過來。你睇我姐種嘅菜又靚咯，每次撈我仔來睇阿佬，佢都講阿佬好凄涼，自己一個人住。其實阿佬乜嘢都好，就係冇講衛生，所以我媽有嘅新屋住嘅時候，佢講我自己一個人住舒舒服服，點樣來都得噶。哎呀，真係點來都得啊！睇個保安蓋黑掹掹啊！嗰款發露士嘅油污淨19蚊9支，到手有6瓶2個噴頭。哎喲，咁便宜，我試試睇好唔好用啊！我直接冇用咗水沖過，直接公噴。噴好之後一定要等待幾分鐘，撈佢個油污分解之後再拆。哦，輕輕一拆就拆開啦，可以喎。而且佢個味道一啲都冇刺鼻噶。我爸媽常年喺外面打螺絲噶，所以個老人自己喺度住都冇執實。你哋個老公去外家會唔會幫手做工啊？我知我佬喺佢外家奶個眼裏頭啊，就係100分個女婿噶哈，華仔又威又勤力啊！咁頑固個油質都可以摘得咁乾淨，嗰款油污淨確實係可以喎。啱啱結婚嗰陣時，回外家回得好勤。依家因為有細蚊仔，又為咗生活，一個月都回一次，而且我仲嫁得唔係好遠，所以講我哋女人最好就冇遠嫁咯。T 恤19蚊9，你有6瓶，擦，正冇？哇，好正！好快過年嚟搞衛生嘅時候，洗灶頭、洗油煙機，嗰款油污淨都可以用得上。好用。我5塊了嗎？真的？真的啊，擺到。去哋，搞完衛生準備回去哋。